廣講聖經，我哋用廣東話讀聖經，一齊思想同埋學習實踐神嘅話語。希望你喺當中有啲乜嘢得着或者問題嘅話，歡迎你留言分享啊！亦都希望你介紹俾多啲朋友啦。啟示錄第11章，呢章係記載兩位見證人同埋吹第7號嘅異象。之前我哋講過啦，由但以理書，大部分研究聖經嘅都相信有7年嘅大災難。咁幾時開始計嗰7年呢？就冇統一嘅意見。不過就有好多學者，包括 Through the Word 嘅 Lancaster 牧師，就相信由呢一章開始就講到呢7年嘅下一半，即係最後嘅3年半。睇返但以理書第9章27節咁樣話，有一個地上嘅王一定會同好多人締結1/7之9嘅盟約，但喺1/7之半就必終止祭牲同埋供物，而且設立帶嚟毀滅嘅可憎之物，直到所定嘅結局臨到個惡者。喺馬太福音第24章，主自己亦都提到呢個帶嚟毀滅嘅可憎之物。主話：當你哋見到但以理先知所講嘅那帶來毀滅嘅可憎之物站立喺聖地嘅時候，世上就會有空前絕後嘅大災難。到時如果有人對你哋話，睇下基督喺呢度，或者講基督喺嗰度，你哋都唔好信，因為假基督同假先知將會出現，行好多神蹟奇事嚟到迷惑人，甚至要迷惑神揀選嘅子民。你哋要記住，我已經預先同你哋講啦。咁就有好多嘅解經家，包括 Lancaster 牧師，就認為呢度所講嘅帶嚟毀滅嘅可憎之物，就喺聖殿山上，地上嘅王要建立佢自己嘅寶座。喺帖撒羅尼迦後書第2章，亦都有講到關於主耶穌基督再嚟。當個日子嚟臨之前，一定會有離經叛道嘅事發生，而嗰啲不法之徒，就係嗰啲注定滅亡嘅人，亦都要出現。佢哋會抵擋住，高抬自己超過一切所謂嘅神明同埋人崇拜嘅對象，甚至坐喺神嘅殿中以神自居。喺異象之中，約翰被指示去量度神嘅殿同埋聖壇，亦都數點喺殿中敬拜嘅人，但係冇量到外院，因為外院係俾咗唔屬神嘅人，佢哋會踐踏聖城42個月，即係3年半啦。呢度約翰量度嘅神嘅殿，係咪只係預表信徒聚集嘅教會就叫神嘅殿呢？根據 Lancaster 牧師同埋其他主張教會喺災前被提嘅解經家嘅講法，呢度指嘅唔會係信徒聚集嘅教會，而係指到時實際嘅一所聖殿。不過當約翰寫啟示錄嘅時候，大概係喺公元後90至100年，當時耶路撒冷已經冇聖殿，聖殿已經喺公元後70年被羅馬軍兵燒毀啦。咁約翰喺異象中要量度神嘅殿，係咪第3座聖殿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有冇可能喺聖殿山上再重建聖殿呢？呢個問題好大爭議。而家以色列同哈馬斯嘅戰亂，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因為聖殿山主權嘅問題。讓我哋為到受戰苦嘅平民繼續多啲禱告。特別留意約翰呢度被指示話唔好度外院。再根據 Lancaster 牧師，而家金頂嘅清真寺係咪真係喺以前嘅聖殿位置呢？佢話根據一啲地質學家最新嘅研究，金頂清真寺其實喺外院 Outer Court。 呢一點都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嘅，係咪真係應驗咗聖經呢度講嘅聖殿外院已經俾咗外邦人呢？約翰聽到宣告話喺呢1260日，即係3年半，會有2個見證人被神興起，身穿麻衣，為世人嘅罪居喪，傳神審判嘅警告。佢哋被聖靈充滿，喺世上為神發光，亦都受到聖靈嘅保護，冇人能夠傷害，
亦都有權柄能夠顯神蹟。呢兩位見證人嘅能力真係好大，可以口中噴火，又可以令到天唔落雨，將水變為血，可以用災禍擊打世界。呢啲係咪都係比喻嚟嘅咋？我就覺得已經去到世界末期嘅最後3年半，神要令佢哋有咁大嘅能力，一啲都唔出奇啊！因為佢哋要再震動呢個世界啊，希望震動出最後肯回轉嘅人。神真係好有憐憫啊！但係3年半之後，呢兩位見證人就由被無底坑上嚟嘅獸所殺，佢哋屍首被棄置喺耶路撒冷城嘅街上，3日半俾世人觀看同取笑。但係3日半之後，神使佢哋再復活上天，而且使到大地震動，倒塌咗1/10嘅城，死咗7000人，使到其餘嘅恐懼歸榮耀俾神。雖然呢度係死咗7000人，係好大嘅數目，但唔係全部。神仍然願意令到其餘嘅人可以回轉敬畏神。我哋睇到神呼召呢兩位見證人為佢做見證，佢哋係至死忠心去傳道。喺今日，神一樣嘅呼召我哋為佢做見證，你會點樣回應神呢？喺上一章，大能嘅天使宣告話，必定唔會再耽延啦。等第7位天使吹響號角嘅時候，神奧秘嘅計劃就實現啦。正如神向佢嘅奴僕眾先知所宣告嘅。喺呢度，約翰就聽到第7號吹響啦。神奧秘嘅計劃係乜嘢呢？主基督要成就神永遠嘅國，而且要做永遠嘅王。呢個時候，24位長老喺神面前俯伏敬拜，因為佢要成就國度權柄，審判敗壞嘅世界，賞賜敬畏神嘅僕人同眾先知同埋聖徒啊！於是天上嘅殿打開啦，現出咗神嘅約櫃，表明咗神嘅同在。之後有閃電、雷轟、地震、冰雹，係表示神要執行審判嘅前奏。神嘅國幾時降臨啊？喺路加福音第17章，法利賽人都問耶穌呢個問題。耶穌回答話，神嘅國嘅降臨並冇睇得見嘅徵兆，所以冇人能夠話神嘅國就喺呢度，或者話喺嗰度，因為神嘅國就喺你哋心裏邊。你咪盼望聽到第7號吹響，見到神嘅國呢？主基督永遠作王呢？定係話你而家就已經接受咗神嘅國喺你嘅心裏邊呢？啟示錄第11章，有一支好似蘆葦一樣嘅尺賜俾我，而且有聲音吩咐我話：起嚟，量一量神嘅殿同祭壇，亦都數點喺殿裏邊敬拜嘅人。你唔使量聖殿嘅外院，因為呢部分已經俾咗外邦人，佢哋要踐踏聖城42個月。我要賜權柄俾我嘅2個見證人，佢哋將會身穿麻衣，傳道1260日。呢2位見證人就係豎立喺世界之主面前嘅2棵橄欖樹同2座燈台。若果有人要傷害佢哋，佢哋就由口中噴出火焰去消滅敵人。若果有人企圖加害佢哋，必定會咁樣被殺。佢哋有權喺傳道期間使天關閉，冇得落雨，又有權將水變為血，亦都隨時用各種嘅災禍擊打世界。當佢哋做完見證之後，由無底坑上嚟嘅獸要同佢哋交戰，亦都戰勝佢哋，將佢哋殺咗。佢哋就陳屍喺大井嘅街上。呢個大井按寓意叫做所多瑪，亦都叫做埃及，係佢哋嘅主被釘喺十字架上嘅地方。有3日半咁耐，佢哋嘅屍體冇得埋葬。每個民族、每個部落、每個語言族群、每個國家嘅人都嚟睇佢哋嘅屍體。地上嘅萬民都興高采烈，
互相送禮物，因為呢兩位先知曾經使地上嘅人受苦。3日半過咗之後，由神而嚟有生命嘅氣進入佢哋呢兩個人裏面，佢哋就即刻起身啦。睇見嘅人都非常之害怕，跟住佢哋聽見天上有響亮嘅聲音呼喚佢哋上嚟呢度啦。佢哋就喺敵人嘅注視下駕雲升上天啦。就喺嗰一刻發生咗強烈嘅地震，嗰座城嘅1/10倒塌啦。因地震死亡嘅一共7000人，生還嘅就喺恐懼中將榮耀歸俾天上嘅神。第2樣嘅災難過去啦，第3樣嘅災難又接踵而嚟啦。第7位天使吹響號角啦，天上有響亮嘅聲音話：世上嘅國度而家已經屬於我哋嘅主同佢所立嘅基督啦，佢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喺神面前坐喺自己寶座上嘅24位長老都一同俯伏敬拜神，話：主啊，昔在今在嘅全能神啊，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已經執掌大權作王啦。列國曾經充滿憤怒，而家你發烈怒嘅時候到啦，時候已經到啦，你要審判死人，你要賞賜你嘅奴僕先知聖徒同一切無論尊卑敬畏你名嘅人，你要毀滅嗰啲毀壞世界嘅人。喺嗰陣時，天上神嘅聖殿打開啦，殿裏邊嘅約櫃清晰可見，又有閃電、巨響、雷鳴、地震同大冰雹。我哋讀完呢章經文啦，呢章講到喺最後嘅時刻，神仍然好有憐憫，差遣大能嘅見證人傳道3年半。我哋已經讀咗啟示錄好幾章啦，都知道將來嘅大災難有幾咁恐怖。而家趁有時候，係咪都要做神嘅見證人？雖然我哋未必好似呢兩位見證人咁樣識得噴火，但係心裏火熱嘅時候，神一樣會保守我哋。願聖靈幫助我哋有勇氣、有毅力，繼續將福音傳揚開去。第7位天使吹號，就要宣告主基督要作王，係永永遠遠嘅王。到時天上神嘅殿都打開啦，連約櫃亦都俾我哋清晰可見。意思就係神與我哋同在，係會好實在嘅事，因為約櫃預表神住喺我哋當中。但係只要我哋今日已經完全順服神嘅國度，神嘅國就已經喺我哋心裏邊㗎啦。呢個係主耶穌所講嘅。願神祝福你。